我是杨慧萍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杨慧萍讲故事。慧萍要讲的这个故事是迄个杨慧萍，杨慧萍，琉球囡仔。迄个杨慧萍是1976年，嘛是民国65年5月1日，伫台湾屏东外海的小琉球岛出世的迄个杨慧萍。因为运用出版社出版的囡仔册讲故事迄则影片，放伫网络顶悬，会犯着创作者甲出版社的版权，所以伫咧2024年4月6日，迄个杨慧萍就决定甲家己放伫网络顶悬所有的讲故事影片，拢先摕落来，重来一摆。同时嘛决定要讲活伫咧即个世间，家己捌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食到、经验到、想到的物件甲代志。因为若是安尼，版权就伫咧家己的手头，永远拢袂犯着创作者也是出版社的版权。迄个杨慧萍定定会讲，我出世迄一天，月娘是安尼笑的，因为伊出世迄一天是农历的4月初3，月娘拄拄好是笑眯眯的月娘。2021年10月4日，阿姨对迄个杨慧萍讲一句：你会用的讲故事啊。迄个杨慧萍就开始学习运用 YouTube 的频道，忙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讲故事、唱歌、吟诗，甲读诵经典，慢慢会用的趁着活伫的即个世间的所费。故事到这先告一段落。迄个杨慧萍，多谢大家收听。